這個世間的迄度啊，思想跟人類啊，依靠這個當下嘅力量，依靠這個當下嘅聰明，依靠這個當下嘅強。嗱，我嘅聖經講啦，在耶利米亞書17第7節樣講這個啲，依靠上帝嘅人最得福，嘅盼望並在上帝裡面嘅人最得福。但係呢，因為上帝全能嘅上帝，冇限制嘅上帝，佢嘅力量，佢嘅能力。冇限制，所以這個依靠嘅，這個盼望，並且佢嘅係這個最得福。係講這個依靠這個當下力量、當下嘅能、當下嘅聰明有限制，因為這個嘅腦時將安排着的有限制，所以這個係依靠上帝。嗱，耶利米亞書17第8節樣講到，依靠上帝嘅人就係比賽在呢個一條樹種在呢個降水嘅方面。將呢個樹養人種在呢個降水呢啲輔導呢啲嘅，但係呢，因為到呢個樹嘅根濕到水，佢又長又滿又肥肥。嗱，佢哋講，因為呢個樹種在個水邊上嘅時，佢個根又睇落喺度起，得到熱力量，有日頭嚟曬，有天窗，佢個葉本本長長，佢本本又有大枝，又有利息。嗱，咩意思呢？係講自家嘅盼望，自家嘅信心，自家依靠在上帝，就好比自家一條樹樣種在呢個水邊上，自家嘅信心，自家嘅心中強強，有問題嚟，有走嚟，有天窗嚟，有煩惱嚟，自家本本效果，因為到自家信心嘅根造滿在耶穌基督裡面，才讓人自家嘅盼望、自家嘅信心、自家嘅並在上帝裡面去，有風前熱嚟，有問題嚟，自家本本強強唔係盡合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